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，聽完有方同學開辯4分鐘嘅演辭發現其實佢哋都想多元化，但其實起咩新嘅旅遊景點一樣多元化，點解非賭場不可呢？更加有趣嘅係有方同學認為賭場咁好，但係點解偏偏就係唔俾本地人入去呢？點解咁驚啲本地人入去呢？好明顯，有方同學就係知道賭場有佢嘅壞處，千方百計唔想本地人去試。但係點解旅客賭就冇問題，但係就對香港就冇任何嘅負面影響呢？其實賭場唔係一般嘅景點，喺帶來收益嘅同時往往會令到社會付出沉重嘅代價。拉斯維加斯由沙漠小鎮變身賭城，但罪案率急升到全美第一，亦長期受娼妓、毒品問題困擾。菲律賓想以賭場振興旅遊業，經濟未見起色，反而貪污猖獗。開設賭場唔可以因為多元化就人有我有，而係必須要了解到香港嘅實質情況。香港中西合璧，以獨有嘅文化色彩去吸引遊客，而鄰近嘅澳門賭業成熟，07年更晉升為全球嘅第一賭場。港澳一水之隔，定位唔同，每年過百萬嘅旅客都會一齊遊覽兩地。隨住港珠澳大橋嘅落成，港澳簽證互通，一程多站嘅旅遊方式就將成為趨勢啦。當珠三角加緊融合，我哋談論旅遊業發展嘅空間，就應該將港澳兩地作為一個整體去考慮。今日我方反對辯題就係睇到香港開設賭場，非但難以同澳門競爭，欠缺經濟效益，更喺社會發展呢個標準之上帶嚟3大嘅弊處。第一，損害本地治安。賭場牽涉大量嘅金錢交易，出入嘅賭客帶嘅不少嘅現金，容易吸引不法分子趁機行動，令到周邊品流複雜，搶劫、偷竊等罪行更加普遍，甚至會助長咗黑幫嘅勢力，危及治安。1978年大西洋城開設第一間賭場之後，方圓30里嘅罪案數字就急升咗100%，短短3年內升咗3倍。突破嘅一個民意調查就發現，有75%嘅港人擔心興建賭場之後會令治安惡化。當我哋居住嘅城市再唔安全，請問有方同學點樣彌補呢？第二，增加社會成本。要妥起管理賭場，政府係要增撥公帑，加強警力去掃蕩不法行為，而跨境嘅洗黑錢活動亦都會令到香港嘅形象蒙受損失。研究賭場問題超過20年嘅伊利諾州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arl Greenwald 就指出，社會每得1蚊嘅博彩稅收，就會付出3蚊嘅社會成本代價。博彩收入或者真係可以填補到部分嘅金錢支出，但係聲譽受損等無形成本係咪真係用錢就可以挽回得到呢？第三，偏離定位，資源錯配。香港旅業定位從來着重本土特色，而唔係用賭業嚟做生招牌。正如旅發局08年嘅年報指出，來港旅客都認同香港最大嘅特色係具備各種本土特有嘅景點，例如天星碼頭、大埔圍村、黃大仙廟等等。澳門都成近在咫尺，香港強行發展唔擅長嘅領域，根本係缺乏效益，造成資源錯配。請問有方同學點解認為港府應捨本逐末，而唔去集中發展既有嘅文化優勢呢？就以上3個論點，香港開設賭場非但損害治安，而且增加社會成本，更會偏離定位，造成資源錯配，對社會發展帶嚟種種嘅弊端。所以今日嘅辯題絕對不應成立。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一條問題：究竟有方同學起嘅賭場規模有幾大呢？起得細點同澳門爭？起得大點解決種種嘅社會問題呢？多謝各位。